歡迎收看2026年5月3日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公布咗2026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結果顯示全球媒體環境正急劇惡化。報告指出，目前全球超過70國家嘅新聞自由被評為惡劣或者有問題，指數整體跌至25年嚟嘅最低水平。RSF 警告，虛假資訊嘅氾濫、AI 深度偽造、Deepfake 技術嘅濫用，加上多國政府加強對互聯網嘅管控，正令到事實真相越來越難傳播。報告特別提到，隨住多個地區衝突升溫，記者嘅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雖然北歐國家繼續排喺榜首，但係傳統民主國家嘅新聞自由亦都有倒退跡象。RSF 秘書長呼籲國際社會必須採取緊急行動，保護記者唔受法律迫害同肢體暴力，否則公眾嘅知情權將會徹底崩潰。首先睇下國際消息，隨住與美國嘅軍事對峙持續，伊朗經濟正處於崩潰邊緣。根據半島電視台報道，受到海軍封鎖同制裁影響，伊朗國內嘅基本物價喺過去1個月內飆升咗超過50%，麵包同藥品等生活必需品出現嚴重短缺。封鎖行動同時導致工廠停產同貿易中斷，引發咗大規模嘅失業潮。估計單係製造業已經損失咗幾十萬份工。德黑蘭嘅街頭出現長長嘅排隊買糧人龍，貨幣里埃爾匯價亦跌至歷史新低。當地經濟學家警告，如果封鎖持續，伊朗可能面臨自2戰以來最嚴重嘅人道主義危機。儘管政府試圖平抑物價，但在全球能源價格波動同國際孤立之下，普通民眾嘅生存空間正被極速壓縮。返嚟昆士蘭新聞，昆士蘭政府今日宣布大幅放寬首置業者 First Home Buyers 嘅印花稅減免門檻，目的係幫助更多居民買到自己嘅第一間屋。根據新政策，印花稅全免嘅物業價值上限由原本嘅50萬澳元調高至70萬澳元，而部分減免嘅上限更延伸到80萬澳元。今次政策調整反映咗州政府應對樓價上升嘅壓力。預計每年將會多1萬個家庭可以受惠，最高可以慳返超過15000澳元嘅稅款。州長表示，呢個舉措係為咗確保昆士蘭人唔會因為稅務負擔而被拒之於樓市門外。對於正喺度物色緊 Toowoomba 或者 Brisbane 周邊物業嘅首置人士嚟講，呢無疑係一個極大嘅誘因。昆士蘭有一個自稱係皇室成員嘅男子，被法庭駁回上訴之後，已經被禁止擁有槍械。佢叫自己做殿下。喺警員喺2023年撤銷佢嘅槍牌之後，試圖取回槍牌。警員認為佢參與所謂主權公民運動，顯示佢唔適合持有槍械牌照。奇恩金遜拒絕承認州嘅權力，拒絕同警方合作，仲聲稱自己凌駕法律之上。警員亦對佢嘅意識形態提出關注，指出呢啲意識形態同一個喺華威克名叫奇基納集團嘅極端組織有聯繫。佢哋又話，2022年喺澳基發生嘅涉及警員開槍嘅事件，都係撤銷牌照嘅其中一個原因。法庭維持撤銷牌照嘅決定，認為奇恩金遜唔符合所需嘅品格標準。佢嘅律師團隊就話，會將案件帶上高等法院上訴庭。呢個裁決為全國各地類似案件樹立咗先例。昆士蘭南部嘅 Taroom Trough 天然氣項目達成一個重要里程碑，而家已經完成70%半。Chris Foley 政府加快發展進度，項目位於 Shura Basin， 預計會為昆士蘭嘅家庭同商戶供應天然氣。州政府表示，完成70%半呢個階段係提升本地供應同降低能源開支嘅關鍵一步。業界人士認為呢個發展項目可以喺施工期間同之後為偏遠地區帶來數百份工作。首批天然氣可能喺2年內就可以投產。今次呢個里程碑正值全國正面對能源價格問題，好多家庭同商戶仍然受天然氣價格高企所困擾。環保團體就反對呢個擴展項目，警告話會削弱氣候承諾嘅履行，仲有可能因為全球轉用清潔能源而出現各自資產。不過州政府就認為本地生產天然氣對能源安全、創造就業機會同昆士蘭偏遠地區嘅經濟增長都好重要。呢個項目預計喺下年年中前完全竣工，主要零售商已經簽訂咗天然氣供應合約。最後本地新聞，一架貨櫃車司機喺 Toowoomba 繞道通宵同另一架貨車相撞後死亡，仲引發火警。緊急救援人員今早大約12點15分接報到場，兩架向東行駛嘅貨車發生碰撞，其中一架着火。
司機係一名40幾歲男子，受咗重傷，當場證實死亡。乘客係一名來自 Ravenshoe 50歲嘅男子，就冇受傷。Toowoomba 繞道東行線現時仍然封閉，調查人員正喺現場搜證。警方呼籲有任何行車記錄儀片段或者目擊者嘅人聯絡佢哋。案件編號係 QP2600818142。今次係昆士蘭公路上有一宗令人痛心嘅死亡事故，家屬再次要承受失去親人嘅悲痛。南昆士蘭一個大型毒品走私集團已經被瓦解，令Chinchilla社區居民大為安心。警方表示，經過一個為期8個月叫做 X 光行動嘅調查，而家有38人面對合共496項毒品相關罪名。今次行動針對嘅係喺 Darling Downs 地區危險毒品嘅供應同分銷。偵探就話呢啲逮捕行動已經令社區安全得多。罪名包括毒品走私、藏毒同供應毒品。警方就話佢哋決心保護偏遠地區城鎮，免受非法毒品造成嘅傷害。稍後幾個星期會公布關於繳獲物品嘅更多詳情。一個31歲男子喺 Toowoomba 一間變電站涉嫌爆竊，期間嚴重燒傷，目前情況危殆。該男子今早大約4點半去到 Newtown Tall Street 一間加油站，佢面部同手部嚴重受傷，工作人員致電叫咗救護車。警員其後喺 Toowoomba 醫院度佢目前情況仍然嚴重。調查人員將會指稱佢大約凌晨3點闖入 Tall Street 同 Ascot Street 交界嘅變電站，並且喺地下電纜坑入面剪電線，觸發高壓電擊。昆士蘭警方表示，呢單案件涉及區內供電設施同財盜竊上升嘅趨勢。警員警告呢啲罪行可以引發大範圍供電中斷，造成巨額損失，同時對社區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案件仍然調查中。周末想買啲新嘢 ，Toowoomba 嘅創意社群今次整緊一樣可以觸摸嘅嘢。Toowoomba Art Society 今個星期五搞 Ink and Drink， 係一個彈出式活版印刷體驗，將舊式印刷帶入現代。Movable Type Studio 會開住工程車嚟，載滿傳統木製活字同激光雕刻印版。主辦單位話呢個係字體品鑑，將傳統工藝同現代創意融合。參加者可以親手製作限量版印刷品帶走。活動喺東 Toowoomba 角素街1號舉行，由傍晚5點到8點，全程3個鐘。門票係98蚊，包晒所有材料、專人指導同埋飲品。參加者必須年滿18歲，仲要準備好整到一身的墨水。如果天氣惡劣，活動可能會改期。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 ，Toowoomba 今日霧，氣溫介乎15至22度，路面駕駛要小心。如果中意呢個頻道，麻煩留言、點讚、訂閱支持一下，多謝。我哋聽日再見。